系统出现了问题。你现在刷新你知道现在你说的系统出现问题，你知道给所有人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吗？对精神上面有多大的精神打击吗？知道，不好意思啊。你简直一句不好意思就完了，是吗？那怎么做呢？怎么做啊？您总共检查出多少是阳性的？就是咱们这个咱们就是好像就是你们这一个组吧，应该是。一个组？对。我跟你说，不是一个组，是我们100多人，有好几十人都是阳性。您这个已经按照相关的规定，你这个可能已经就涉嫌那啥了啊。我们会所有一起人全部拨打110报警，然后再拨打12345通报市政府。没有说你们一个简单的事物，现在疫情情况下这么严重的情况下，你们能出错啊？你给这帮人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，多大的那个恐慌？是啊，拍着自己的良心说说，机器咋能出错呢？是不是有几个跳楼的你就高兴了？你们法人代表的电话是多少了？这个其实我也不是客服，他们不在，我也不太清楚。那您是谁？您不是客服，为什么您能接起这个电话？对，因为这是大厅里的电话，我刚好听见大厅里面电话响，然后赶紧就过来了。就说您是一个大厅的，是具体的一个是什么样的工作人员？我就是一个扫地的。你就是个扫地的，您就知道这个核酸报告是机器出错了是吗？哎呀，他们这一群人都在忙活着，机器旁边跑前跑后说这些事呢。已经确切消息是机器出错，您一个扫地的都知道是机器出问题了是吗？他们5点多上传错误的时候，就一群人都过工程。你上传怎么能上传错误？我很是不明白，怎么可能上传信息？怎么可能上传错误？这个我们每天做的核酸的样本送到你们检测机构去检测的同时，难道就是说没等上传，你们就已经知道阳了是吗？这个是怎么？5点46统一时间点，整个全部都阳。你们还能做到零时间点能检出？11点29检测的采样的核酸，11点29核酸结果出来的。我想问问你们这个是咋做出来的？神奇，很同步啊。这个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。你叫你们具体亲属的接一下电话。他们现在还在那个服务区那边呢。那您转告一下啊。现在我们好几十人集体拨打110报警电话和12345电话。如果说你们要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去为此事